什么梅艳芳的绝版视频今天又要跟大家见面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绝版视频呢？经典时刻，经典就是流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梅艳芳的绝版视频今天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梅艳芳的迷的话，这一首歌你一定不能错过哦。这是87到88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当中，这场演唱会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没有人突破她这样子28场连续从1987年一直跨到1988年的这样子的再展光华演唱会的空前盛况哦。来，在这个空前盛况当中呢，一定会有遗珠之憾，对不对？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市售的 LD 也好 VHS 也好，然后这个贝塔带也好 VCD 也好，甚至当时呢出的录音卡带跟录音 CD 也好，当中都没有收录这首歌，所以您说今天这首歌还有这个视频是不是非常的珍贵呢？答案是的齁。我们要来聆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由林夕老师填的词，然后呢是日本的曲，这首歌叫做《暂停厌倦》。大家可以看到梅艳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到了台下跟大家零距离的面对面接受，每个人都想跟梅艳芳来握手啊，包含了送好多的礼物娃娃，还有呢超大的爱心气球，待会大家在短视频当中都可以看到，是不是很想看一下1987到1988梅艳芳在展光华演唱会当中没有收录在 LD 跟录影带里面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林夕老师还非常非常年轻哦，他就写了这一首呢歌词，那一种呢都市人的疲惫还有想要逃离的心境，搭配上梅姐那个带一点冷酷又深情的演绎，真的是绝配啊！你准备好了没有？赶快跟着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当中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梅艳芳所带来的这首歌好听的歌曲《暂停厌倦》开始喽。人問我說話為何沙啞，還問我最近為何不找他，我答覆只有搖頭哈哈，說怎都不會遺忘他。誰在說最近無人佔據，誰又說見面從嚟要喝醉，我此刻擁有伴侶一對，只知這對友熱鬧在聚，未知會是誰。Hello， 光線聲線都足夠，相繼相笑的好友又照舊，穿梭人群來回隨住走，陌生朋友握握手，說天談地的演奏，但各表情動作係夢對白，無關偶遇故舊，含着笑墮入人群深淵，疲累與困惑完全酸酸酸，純屬於溫暖人群兜圈。多謝。暫停厭倦。多謝你。多謝。多謝。多謝。男仔朋友好嗎？人問我說話為何沙啞，還問我最近為何不找他，我答覆只有搖頭哈哈，說怎都不會遺忘他。誰在說最近無像千居，誰又說見面從嚟要喝醉，我此刻擁有伴侶一對，只是這對友熱鬧長聚，未知會是誰。你繼續坐啦。光線聲線都足夠，相繼相笑的好友又照舊，穿梭人群來回隨處走，陌生朋友握握手，說天談地的演奏，但各表情動作題目對白，無關偶遇故舊，含着笑墮入人群深淵。多謝。疲累與困惑完全酸酸酸，誰屬於溫暖人群兜圈。暫停厭倦。多謝。人問我說話為何沙啞，還問我最近為何不找他，我答覆只有搖頭哈哈，說怎都不會遺忘他。多謝。含着笑墮入人群深淵。多謝。疲累與困惑完全酸酸酸。
誰有說見面循例要喝醉？我此刻擁有伴侶一對，只知這對友誼鬧盡誰，未知會是誰。睇得好，光線聲線都足夠，相繼相笑的好友，有照舊穿梭人群內會隨住走。陌生朋友加一湊，說天談地的宇宙，眼角表情動作題目對白無關勾與呼救，含着笑墮入人群深淵，疲累與困惑完全酸酸酸，迅速與溫暖人群兜圈。多謝。暫停點圈。問我說話為何沙啞？還問我最近為何不找他？我答覆只有搖頭哈哈。多謝。說什麼都不會遺忘他。含着笑墮入人群深淵，疲累與困惑完全酸酸酸，迅速於溫暖人群兜圈。暫停點圈。多謝。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收听，不要忘记了，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一个人帮我们分享3位好朋友，好不好？感谢大家啦！最后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时光，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经典时刻再见。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